主后2022年7月初5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耶稣4个月。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3节到18节。兄弟姊妹，关系已经死去的人，阮爱恁知，才免亲像遐个无仰望的人安尼地悲伤。既然咱信耶稣有死有搁活，所以咱嘛信上帝会通过耶稣带遐已经死去的人，甲伊做伙来。上帝做伙来，嘛通译做上帝会带遐个信耶稣了后才死去的人，甲伊做伙来。阮照主的话，甲恁讲即个事，就是咱遮个伫主来临的时要活地的人，袂比遐已经死去的人较大声见着主。命令一个出，天使长会声一个发，上帝喇叭一个响，主本身就会对天顶降临。遐个死以前已经信基督的死人会大声搁活，然后咱遮个要活地的人，拢会甲因做伙受接去云内，伫空中甲主相见，安尼咱就会一直甲主做伙。所以恁着用遮个话互相鼓励。以上愿主照咱所听读伊的话。耶稣4个月，过去伫教会牧会时，捌陪伴济兄弟姊妹度过亲人过身安息的艰困时刻。对着年纪若大、心力生病、长辈煞了世间劳苦的次数，也哪来哪济。若是我亲爱的母亲已经过身5冬久，毋过逐年扫墓的时，厝内的人也会搁再传上对母亲的生命见证所得到的鼓舞。对死亡带来的分离、焦虑、甲悲伤，基督徒会当对上帝话语得到安慰，坦然面对死亡。因为知死亡毋是终点，反倒是生命的其中一个旅程，搁较是甲主同享搁活生命的开始。这就是基督徒上大的安慰和仰望。总是对其他宗教信仰的人来讲，死亡是一种禁忌的话题，往往会使闪就闪。对死亡恐惧，毋若是今仔日的人的反应。伫初代教会也有袂少信徒，因为对耶稣死搁活的真理无够了解，致使对主的信心产生动摇。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徒过去已经听过保罗的教示，知影关系耶稣的死甲搁活，所以仰望耶稣对天顶降临的时，因也通得甲主做伙进入上帝国。总是保罗对提摩太的回报知影，袂少信徒真担忧，遐已经死的人是毋是会伫主耶稣再临的时，及时对死搁活，甲主同齐进入上帝国。对即个，保罗指出因亲像遐个无仰望的人，对将来搁活的事无把握，伊强调福音的信息，包括基督再临掌权的仰望。伊指出，当主的命令一落来，天使长一发，上帝哨角一弹，主就要对天降落。迄时已经死的信徒要大声搁活。无论是主的命令、天使长的喊话，还是哨角的声，拢是要唤醒
遐已经死去的人。那约翰福音第5章25、29、29节所记，遐已经死的人要听见上帝囝的声，听见的拢要搁活起来。保罗指出，若是要活地的信徒，要甲因同齐受提到云里，伫空中甲主相会。保罗的教示，互当当时的信徒卸下忧虑，因为知基督再临的时，属天的福分是属伫所有军队主的人。伫即个世代，咱甲过去每一个时代的基督徒共款，面对各种无共的困境甲挑战，咱当全球面临武汉新冠肺炎 （COVID-19）、气候变迁造成的天灾和战争等危机，基督徒也会为这个感觉忧虑，搁伫言谈中显露出来。虽然咱会当管理好家己的代志，却无法度掌控遐个袂当有知的人事物，这就是人的限制。保罗照着主的教示，帮赞当当时忧虑的信徒，互因对耶稣的死搁活有搁较深的认捌。但我会当安怎鼓舞和安慰遐个惊吓死亡的人呢？默想、天灾、人祸、战争，互真侪性命面临死亡的威胁。我会当为着这个落难的性命做寡甚物？天灾、人祸、战争，互真侪性命面临死亡的威胁。我会当为着这个落难的性命做寡甚物？咱来祈祷，对死搁活的耶稣基督，你应允所有军队你的人，有一日要甲你伫空中相会。感谢你的应允，互我无搁惊吓、苦难甲死亡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